台湾文学家陈明仁老师1947寒冷的春天。无咯，听他，伊有是原在。今仔日敢是迄个日子，咱要仰望天顶拔下面云，下直直永远会是的恩人。1947年的春天，透露世界扫。找老爸，嘛有查某人死伫街头。天公伯啊，看你为心，雨甲月落地头。大中青送红笔，心中。辛苦了，虽然大中关李金良受难1947年的春天，透露世界扫。台中烟也应有虽然老母嘴不好生，台中烟令属靠不安。大中关囡仔要找老爸，又有愁虽然嘛有查某人死伫街头。台中烟伊乃从虽然大中关天公伯啊，看你为心。烟大猫有虽然雨甲月落地头。高雄市彩莲市朋友来对可能给的当文秀兰会是小事业回忆，高雄市跟去当秀兰台湾细心不到的给更加。会是小事业。
11:00筹备团队用无声的手语来念1947寒冷的春天，用无声来表达受难者、家属，甚至规个社会被负扣的心声。